快快受气，满满恩惠，佮体会伊的在下。大家来吟圣诗，圣诗18首，圣诗18首，我心而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由咱徛地，用四道圣经来三甲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来交托启用文，启用文24篇。启用文24篇，上诗也是4篇100篇，伫圣诗后面1041页。咱用交托的方式，我来启，兄弟来。全地啊，就对上帝上主欢呼，就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这是咱同心大家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创造宇宙的主，愿感谢你。因带阮伫主日的时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主，阮感谢你，
你有保守台湾这个岛屿，伫这个全世界病毒严肃的疫情中间，想事台湾的政府官员有够野的智慧，保护人民无受疫情的大伤害，互阮游园通过正常的生活，阮献上感谢。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成肉体，为世间人带来盼望。愿知你有慈悲，佮怜悯人，愿你施恩赏赐拯救，互阮通进入主的疼痛恩典中。所以求你帮助阮，甲阮所疼的亲人，因为你的恩典，互阮的罪通得赦免，病通得医好。因为接受福音的救恩，互阮同齐来称义。佮有喜乐，那亲像江河时常陪伴阮。是阮的主，恳求你催逼阮兄弟姊妹每一人的心，互阮以爱每日赞思你的话语，就是以爱天父，成做阮的倚靠甲引带。互阮行事无偏离你的诫命，遵行你的教示，谦卑甲主来同行。今仔日是台湾新人院纪念主日，伫145年前，你差派巴克利牧师，因为你的名设立这个培养专业神职人员、福音使者的学校，来服侍台湾教会甲社会，用公义甲疼痛。实践疼乡土做先知的角色。今仔日，你又搁找跑陈富安新学生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通过这个分享，互阮搁较认捌学校的需要，嘛感动阮为这个福音使者的摇篮来奉献甲代祷。这时，阮要敬拜你，恳求圣神临到阮的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交叉，通过新学生的分享，成做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13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章，咱今仔要看18节到25节。和合本的圣经是229页。台语汉语本的圣经是187页，哥林多前书第1章18到25节，显着我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沉沦的人看做光，咱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权能。因为有记载讲，我要灭无智慧的人的智慧，也要去杀聪明的人的聪明。智慧的人伫倒落，经学士伫倒落，这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上帝兼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成戆。21节，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戆来拯救这个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因为犹太人求神日，希尼利人找智慧，但是阮传十字架的基督，对伫犹太人是脱界，对伫外邦人是愚公。但是对伫受调的，无论犹太、希尼尼，基督做上帝的权能，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愚公比人较智慧，上帝的论者比人较勇壮。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是要来赞美，请圣歌队。今仔要吟的诗是《各各他的疼》。
愿的精神，甲甘愿的心态。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台南升学院道学硕士2年的新学生陈富安。今仔日非常欢喜，嘛非常感谢，会当来到桃园教会来甲大家分享。感谢桃园教会愿意接纳我，代表台南新学院来请安报告。我伫遮先代表学校大家表示感谢。我是一个桃园人，我伫桃园读册、工作、结婚，嘛伫遮聚会、受洗礼、认目主。对我来讲，桃园不只是我的故乡，这个土地也藏有我的欢喜、我的目屎、我的记忆，是我追求信仰的起点。如果讲桃园是养是我生命的第一个家、第一个厝，安尼我第二个属灵的厝就是台南新学院啊。台南新学院的黄宗辉纪念图书馆，伫2019年的9月28号落成，开始为着新学院的师生以及咱正教会的兄弟来服务。如果咱兄弟若有机会来到南城行行看看，相信对伫图书馆头前迄块大石头，一定有真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伫迄块石头顶面有刻着3个大大的红字，毋甘愿。真侪人拢会好奇来问讲，咱台南新学院是毋是受到啥物委屈，所以伫心内面有啥物毋甘愿？当然毋是新学院有啥物委屈，总是即个毋甘愿，其实是甲咱南城第一任台湾人的院长黄宗辉牧师有真大的关系。当黄宗辉牧师对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了后，准备要坐船转来台湾。迄时，伊的小弟黄明辉先生拄则对台中一中毕业，拄啊好参加学校的毕业旅行结束。黄宗辉牧师无想到讲有机会伫船顶甲家己4冬无见面的小弟相拄，兄弟相逢，自然是非常欢喜。真自然就用台语大声来交谈，却无想到讲两个人会因为安尼来拄着麻烦。当时小弟明辉会带队的教官大声喊着明辉的名，将伊带走。黄宗辉牧师讲，后来伊才明白，因所犯的错，就是因无用日本话，就是当时的国语来交谈。虽然后来因为有东京帝国大学的身份，加上黄宗辉牧师日本教官来陪失礼，互伊的小弟通得到教官的原谅，总是伫伊的心底，却是产生着深深的毋甘愿。因为黄宗辉牧师认为，母语就是一个人的一部分，
是一个人存在元素之一，禁止伊用武力甲伊拄起，就等于是一个人失去伊存在的人格。总是即个毋甘愿的内心的感受，也互黄仲辉牧师伫台南神学院开始推崇本土化的神学教育，互台湾人的毋甘愿，甲台湾人的出头天神学结连，互台湾教会的精神不只有耶稣，也有台湾，互咱的信仰甲台湾即个土地有深深的连结。所以，即个毋甘愿的精神，通讲是一种对一种互人侮辱的处境，来转化做打拼、努力的台湾精神。受到黄仲辉牧师的影响，即份毋甘愿的精神，嘛一直成做男性的学生真重要的学习。伫其中上重要的提醒就是，神学研究必须爱甲社会有结连。做神学也是要回应即个社会的需要。如果咱回头看咱过去的历史，即点也确实是咱长老教会的信仰甲发展所注重的精神。甲即个毋甘愿的精神相呼应的是，所发展出来的是一个甘愿的神学。换一句话来讲，为着要打拼努力，用信仰改变即个社会环境，迄个毋甘愿的精神，自然就会转变做甘愿付出的实际行动。去年，也就是2020年，是社会牧师过身50周年。咱总会档案馆也特别有举办一个展览，来纪念伊过去所做美好的服侍。伫神学院的老师常常咧讲，一篇讲道篇讲完以后，如果会当得到讲完亲人的认同，这才是一篇真实的讲道篇。迄是因为讲完的亲人真清楚讲完的个性甲平常的言行，当伊所讲的甲所做的拢是一致的时阵，即个讲道才会通诚做是一篇好的讲道篇。伫《社会日记》这本册内面，伊其中一个查某囝，就是谢慧珍女士，称家己的老爸是戆人。伊讲，社会牧师常常受邀请来讲道，总是伊印象上深的一个讲题是为主做戆人，为主做戆人。因为社会牧师不只是讲道，伊家己也做会到。伊不只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医生。伊做医生，免费替人看病，甚至惊病人无坐车的钱会当转去，偷偷啊吩咐人将钱放伫装药仔的袋仔内，互病人有钱会当坐车。对世间人的眼光来看，社会牧师对钱的观念，真正是戆人。总是伊却相信，这就是上帝对伊的呼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戆？这也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保罗先生甲哥林多教会咧讨论的一个议题。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确实是咧挑战迄个时代的观念，甚至到即马，犹原咧向咱提出挑战。保罗敢是一个戆人，伊自细汉就受到严格的犹太律法的教育，对旧约圣经有真深入的了解。甚至伫正做基督的军队者以前，伊认为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违反传统的犹太教信仰，所以伊犹原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总是当伊伫大马色互上帝呼召以后，伊对信仰的看法却是大大的改变。伊对生命的价值观也产生真大的改变。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常常讲，伊家己是一个愚戆的人。我想，这是甲伊所传的道理有关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毋是当时的人爱听的道理。保罗也常常因为传讲这个道理，来得到家己的受苦。总是因为伊知影这个道理就是拯救世间人的道理，所以伊无惜家己的性命。伊嘛讲伊家己有戆，竟然大胆咧宣扬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保罗伫22节到23节安尼讲，因为犹太人求神业，希利尼人找智慧。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基督，对伫犹太人是读爱，对伫外邦人是愚戆。如果回顾历史，犹太人甲希腊人，通讲是真特别的两个民族。咱对犹太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这是一个真聪明的民族，有真侪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拢有犹太人的血统。若是安尼，为虾米犹太人要求神业？因为因仰望神业的力量，会当帮助因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的历史中间，有摩西过红海的生涯，有耶利哥城倒坏的生涯。过去，因为这个生涯会通帮助因这个民族重新徛起来，所以因仰望弥赛亚的生涯搁一摆出现，来拯救因，通重新得到自由。安尼，希腊人为虾米找智慧呢？因也是为着要脱离罗马人的束缚。希腊人的文明发展，通讲有真悬的水准，有真侪有名的哲学家，譬如讲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希腊人仰望用智慧，用伊的文化来赢过罗马人的思想，也证明因家己是比罗马人较高等的人。所以，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道理，犹太人无接受，因为因无愿意接受弥赛亚互人钉伫十字架。同款的，希腊人嘛无要接受，因为对因的智慧无法度了解基督的国外。虽然受到万般的阻碍，总是保罗宁可得罪人，
嘛无愿意得罪上帝，因为保罗深知十字架就是上帝的圣业，就是上帝的权能，也是上帝的智慧。伫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的讲台顶面有一句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所讲的话，伊讲：毋是恁跟我，是我跟恁。搁设立恁，互恁去加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这是一段对所有服侍者的提醒。经文提醒咱会当服侍上帝，是因为上帝拣选咱。上帝既然呼召咱来服侍伊，毋管咱伫教会中间担任什么款的职务，协助什么款的服侍，相信上帝也会用伊的智慧来成就咱所做的工。对使徒保罗的例来看，照着保罗的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伫非犹太的世界，虽然伫受压迫的环境中间，犹原得到传扬。伫即个中间，也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拣选。上帝呼召一个过去咧压迫基督徒的人来成做耶稣的军队者，总是上帝嘛大使用保罗，互伊的事工充满上帝的权能。咱也看见，伫无共的世代，上帝总是会呼召伊家己所要使用的工人。神学院也承接着重要的使命，为着上帝国的起造，来培养合主心意的工人。伫去年，吴宗民院长的就任礼拜内面，伊有提着讲，咱需要继续伫即个世代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也是咱十字架的担。难免因为受苦，也会有毋甘愿的心情。总是咱犹原爱学习，甘愿做戆人，甘愿做戆人的心志，才会为福音真正好的真正。对今年度开始，为着学院久长的发展，咱心将近要有3冬的时间，需要对伫礼拜堂甲教室区做大规模的整修。相信这对伫学院来讲，也是一个真大的变动甲挑战。特别是伫整修的期间，师生出入的安全、工程施工的安全，以及整修进度的顺序，也恳求上帝伫即个中间继续来掌权。同时，也盼望咱众兄姐通继续为着人心来代祷。相信咱的代祷甲支持，拢会成做人心真大的祝福。接续，咱要有一段的时间，透过影片的介绍，通互咱兄姐对伫人生的未来发展以及学院的状况有搁较侪的了解。
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落实福音在地化。哇，不得了！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的咧读博士班好，咱嘛安尼感觉足欢喜的哇，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1869年，李修牧师甲马雅国医师分别伫个高雄、基后、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到1876年，将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关校8档，到1948年较过复校。真侪年来，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会当陆续扩建，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所以就是有这个建设，有这个艺体，有这个募款，有这个奉献。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伫这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所以新人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相当自由化。对。学医课程除了神学教育，嘛有社工、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艺体设施，譬如讲校舍、办公室，甚至现代化图书馆，拢更加完备。长久以来，透过学院培养，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充满台湾各地，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牧会的过程的中间，我对六甲到关庙的新风，到即摆来到伫后甲教会，我就是保持着即款，免神学，免落实伫在地化，免教会，免行出伫社区。伫学校，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中间都爱彼此照顾，互相帮衬，互大人伫读册、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教会伊原是安尼，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所以台南新学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定睛伫本土，关心社会、人民甲公益，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不过，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各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洁的需要，迫切望各界的扶持。过去咱台南新学院都有足侪听主、听人不管理奉献的兄弟，一直不断伫遮奉献，所以我嘛是一只对上帝献出感激、感谢，甚至上帝纪念这个事。所以嘛，望咱为着这个新学院大道为着这新学院奉献。咱即马入案了后，有真侪教育部要求，这个教学系统或者是这个设备的提升，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未来望伫个基督支持中稳健经营，甲各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相信伫咱的手头，拢有摕到胡宗明院长对咱正兄弟请安的批示，以及新学院的奉献袋啊，邀请咱兄弟借着咱家己的感
男性的需要来关心甲奉献。咱三家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你的竞选下面，互阮有福分，通伫你的内面，成做你的囝儿。阮感谢你差遣主耶稣来到阮的中间，安慰忧愁甲烦恼的兄弟姊妹，互阮有份来分享你的荣耀甲救赎，也通我伫即时分担领受上帝使命甲十字架。愿主的圣神充满感动，帮助阮来学习用仁爱彼此相宽容，用温慈彼此相款待，用温柔彼此分享，教阮学习耶稣的款式，实践上主的听，伫阮四周围的环境，也因为安尼，互众人认目，阮是你的学生。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吟诗，圣诗171首。圣诗171首，上帝所赐活命。也即请起立，咱吟全首。
知影起日咱来吟奉献的诗。是我的报告，为报告的大声，咱三个来读今仔日即礼拜的金句，伫行事单顶面。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讲来救遐个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格林多前书1章21节，请。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对所宣传的讲来救这个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格林多前书1章21节，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上帝就欢喜对所传传的讲来救遐个信的人，这拢是上帝的智慧。1章21节，这是来报告3月份后礼拜的聚会以及教育部的课程周间的聚会，加小组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第4是奉献的明细，若有重大的，请咱办公室也是相关的长级来更正。第5咱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的主日，咱欢迎新学生陈富安同学来分享甲报告，请兄弟为台南新学院的需要奉献继续带导。咱即时要请小会书记陈组织长老来到头前来颁发咱教会的奖学金，请这个富安神学生来甲鼓励。大家平安。咱真欢喜邀请到陈富安实学生来到咱中间，甲咱请安甲分享。这真难得的机会，咱的教会对于这个栽培传教者这个机构咱拢真有支持，甲提供奖学金即摆提供的是台湾神学院，甲台南神学院，玉山神学院，3间神学院。拢有提供这个奖学金，咱要求的讲，毋是干那真够读册尔，伊伫学校的品德嘛是爱一定的。所以咱的3间学校，咱有提供这个，无讲真多啦，总是有这个高价的这个奖学金啦，来提供互伊。今年真欢喜咱是对10年前就开始了这个制度。今年真欢喜台南神学院，又推荐上界优秀的。上一定的这个小学生伫咱的中间，佮遮细咯，遮缘头，所以咱真欢喜大家甲拍扑鼓励一下。这时我来代表咱教会将这个奖学金颁发互咱个单小学生，毋嘛讲伊将来搁较认真，搁较拍拼，做一个真好的传教者。因为咱这个钱已经拨去学校，由学校来交发互伊。总是咱这个象征的有一个这个红包红袋还要交托互伊。
培真侪优秀的即个传教者，伫即个各教会中间，真好的即个牧会，咱继续甲关心甲奉献。以上有谢。第二项，传道部的会议伫中昼今仔日12点，伫701的教室内召开，请部员来参加。下主日咱要下主日是3月28吼，咱要邀请陈尚仁牧师来到本会分享，甲正道、读经甲祈祷吼。早场甲第二场的主题是无相款的，早场的讲题是伫服侍中认捌上帝，第二场是信仰学习之路吼。这两场的即个主日的正道了后，咱阁有一个专题的分享，共款是请陈尚仁牧师要来分享对圣经看两性。即个分享了即个时间咱有准备便当，请兄弟踊跃来参加。后礼拜财务部要召开会议，造就训练了后，伫6楼的教室召开，请部员出席。行政部会议伫中昼12点，伫6楼到办公室要召开，请部员出席。社会消息、社会公告，本会伫今年4月11日顶播9点半，礼拜并召开临时的好会，要办理聘任吴富仁牧师选举的事项，敬请在职的会员必须出席投票，看重上帝所量予汤教会的恩典，请兄弟姊妹为这个代志来关心甲代祷。如果不克出席的，请事先向各区的区长、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来请假，敬请大家配合支持。这时咱要请同工来播放吴富仁牧师的简介。消息，社会的消息报告。第二项，2月28号会改选的是林嘉文姊妹
有选做今年的检校委员，但是嘉文长已经任满2年2届，以教会法规袂当搁续任必须爱改定。经过小月的议决，咱特别推荐黄淑慧姊妹做本年的检校委员。咱公告2周内面若无会友无异议，咱就要正式列入合会的记录。第三项，4月11日顶晡9点，伫701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教会消息，4月11日主日礼拜两场的礼拜，伫9点半开始，请会友踊跃出席来投票，请遵守教会防疫的相关的规范甲规定，挂喙安。具体消息，咱恭喜林漳州长老的公主林光世传道，伫3月14日，伫嘉义破主长老教会中委会的监督中已经通过监选，请伊有邀请母会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光世传道。继续的牧会，并且为伊继续来代祷，感谢主开路求主继续看顾甲带领。教界消息，新德中会常年部伫3月25日顶晡10点，伫中立教会举办北区常年专题讲座。咱的讲题是学龄甲生活，报名费100块，有意思要参加的，请蔡淑莲姊妹。是简秀竹执事来报名缴费。另外2021年，这个新德中会教育部举办教会领袖同工培训的课程，即间放伫个公报栏，相关的日期甲课程甲讲师伫内面拢有清楚。要参加的请这个报名费是200块一遍咱请甲办公室来报名。以上报告，咱请团队来补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中间有新朋友伊是丹福安新学生的一家人，伫遮请起立。好，请坐。我代表同教会对因一家人的欢迎欢迎来到阮同教会参与伫咱中间的礼拜。好，以上报告。即时上营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说，请团队来祝祷。请起立吟全首。咱三家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疼痛、圣性的交通甲引带，甲恁众人三角地地，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祝歌。
角庙岛。咱请兄弟姐妹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